傾談那半刻，內心居然曾構思，緣分到了怎制止？難道我對他竟然有意思？放開胸懷迎接他，懷內細說從前事。細細說到從前事，也對過去感幼稚。若是日後認同般真正不易，誰問我與他可曾有發展？遇到艱難仍攜手，才是開始的意思。我知